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2期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柏傲莊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佢有焗爐、星盤爐頭同埋櫥櫃、雪櫃。咁前面可以擺個飯台咧，呢一邊就係客廳啦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，出邊仲有個陽台添。咁佢呢邊就望到大圍嘅景色，係相當翠綠同開揚㗎。我哋睇一睇睡房區，洗手間係名廁嚟嘅，咁佢企缸設計方便淋浴，其他所有設施都係全新，相當潔淨。我哋睇一睇第一個睡房，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擺個高身衣櫃，景觀同廳一樣，都係相當翠綠同開揚。我哋睇一睇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可以放到個雙人床啦，同埋一個大嘅高身衣櫃。出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用嚟做曬衫。景觀就係望住翠綠嘅山巒。